相当于是脸着陆了，用脸在刹车啊。如果让它自己愈合的话呢，势必它就会造成面部的一个畸形。换的地方都比较关键。对，双侧髁突骨折呢，就是怕会影响它的口腔功能啊，嘴巴张不开，甚至都不能吃东西啊。咱们把生命先保住。我们常规去做治疗，所有的骨折的地方全部是要打钛板去治疗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手术。孩子还有多久能够到啊？大概5、6分钟。快，让一下，快！妈妈在。我们要检查一下好不好？看看你，看看你为什么喝奶奶牙齿痛呢？我们先不动好不好？对吧？人的面部呢，也是表情非常丰富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它的神经也比较丰富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，其实他即使不动，他也会非常痛，然后再加上呢，受伤以后他又不能进食，创伤以后的应激，包括饥饿啊、疼痛、不安这些情绪呢，都交织在一起。孩子过的每一分每一秒呢，其实都是比较难过的。这也让我迫切的希望去帮助他减轻他的这样的一个痛苦。妈妈在，你张嘴巴给医生看看。对不起，有一点点疼，我们轻一点，好吧？我们是在救你啊。医生来帮助你的，知道吗？你真乖，非常棒啊！我们小舌头往前伸一下，好不好？把舌头舔出来。往前伸一下，真棒，好的。我们牙齿能咬起来吗？我们把嘴巴闭起来。开合，他现在嘴巴闭不起来了。他现在这个眼睛人睁开，就是因为肿的关系啊。对。